2012年佢得獎啦！大家好，我係 Candy， 喺新鴻基地產旗艦商場 APM 任職親客大使已經2年啦。投身服務業最大嘅原因，因為自己性格開朗，所以成日都可以保持笑容。親切嘅笑容可以感染身邊嘅人同埋環境，所以一直都嚮往一份同人相處同溝通嘅工作。顧客服務業就最適合自己啦。商場入邊有好多自己中意嘅品牌，所以當有客人查詢有關資料嘅時候，都好容易打開話題。能夠寓興趣於工作，工作自然充滿熱誠，服務先至可以做到用心。雖然今次係個人嘅獎項，但係對我嚟講就係公司同埋整個團隊努力嘅成果。比賽期間，上司同埋同事除咗喺日常工作上面作出配合之外，仲經常為我打氣，對我嚟講都已經係一個最大嘅支持同埋鼓勵。比賽當日，佢哋仲親身到場為我打氣，令到我真係十分之感動。